洲战略政策学会日前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反驳了中国政府去年12月宣称东突厥散培训学员已全部结业的说辞，并发现当局已在东突厥散新建超过380座集中营，多达16000座清真寺遭到破坏。研究所报告说，东突厥散约有16000座清真寺依照政府政策遭到破坏或拆毁。这个数字是根据数百个宗教圣地的卫星图像及统计模型估算。2019年英国卫报调查资料就指出，过去3年来，中共所摧毁的清真寺多达10000到15000座，占东突厥散清真寺总数的70%。报告也证实，多数破坏事件发生在过去3年间，估计有8500座清真寺全毁。英联邦南亚和人权事务国务大臣塔克里埃赫迈德9月25日在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发言中，向各国代表表达了英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其中包括北京在东突厥散的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埃赫迈迪说，令人严重关切的是，在东突厥散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包括中国当局自己的文件中的证据显示了当地存在系统的侵犯人权。他补充道，文化和宗教受到严格限制，我们看到了有关强迫劳动和强迫劫狱的可靠报道。令人震惊的是，多达180万人未经审判就被拘留。美国网络视频点播服务公司奈飞把中国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引起了5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的注意。他们呼吁该公司对于播出这个电视剧的计划三思而后行。来自田纳西州的布莱克本等5名参议员星期三致函奈飞公司的共同首席执行官萨兰多斯，要求他认真重新考虑把刘慈欣的《三体》科幻3部曲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计划。原因是刘慈欣去年在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被中国政府大规模关押维吾尔族穆斯林开脱。这些参议员指责奈飞这样做是参与对维吾尔人犯罪行为的正常化。市委会代表祖马特女士在9月2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届会议上代表受威胁的人民发言时说，维吾尔人的压迫已经升级到种族灭绝的地步。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巴赫拉姆和兹巴作证了其父母被监禁在中国集中营中，并提供了维吾尔族面临的压迫和悲剧的事实证据，并呼吁国际社会结束这种压迫。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25日晚间发布消息，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一在建工地起火，致3人死亡。根据此前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此为位于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阿里山路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一在建工地。据中国澎湃新闻报道，此次起火建筑是位于东莞市的松山湖波瓦实验室 G2 大楼。松山湖园区有着欧洲建筑风貌，可容纳25000名员工同时办公。周三，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称，华为遭到美国全面打压，危及全球供应链，呼吁华盛顿重新考虑其制裁政策。